哥林多后书第11章，请恁宽容我小可的愚妄，请宽容我，我疼恁，亲像上帝疼恁，疼到要起嫉妒。因为恁亲像纯洁的在室女，我有将恁配合一个丈夫，就是基督。亲像夏娃互蛇的诡诈骗去，我嘛惊了恁的心思未受迷惑。煞去杀对基督的纯洁甲精神，因为对有人去恁遐传甲阮所传无共的耶稣，也是恁接纳甲恁前所接纳无共的圣神，也是恁接受甲恁前所接受无共的福音，恁嘛拢容忍。甲遐个超级使徒比，我想我一丝仔都无较输，检采我讲话较含慢。毋过知识无比人较输，这项事我已经有用逐款方法，利用逐种机会对恁表明。为着要甲恁高升，我降低家己，将福音白白传互恁，安尼减有算犯罪。我伫恁遐侍奉的时，我的所费拢是别个教会甲我供给。讲起来，我是伫剥削别个教会来帮助恁。我伫恁遐的时，有甚物需要，拢毋捌求恁帮衬，甲恁麻烦。一切的需要，拢是马其顿来的信徒甲我供给。我以前无甲恁麻烦，以后嘛袂甲恁麻烦。我只所信基督的真理就抓，伫全亚该亚省境内，我拢敢安尼等。是安怎？兼讲我无疼恁，我有上帝知。我得做下，我要继续做，是要互遐个想要甲阮相款做使徒的无机会通夸口。即款人是假使徒，做代志奸诈，假做是基督的使徒。这无奇怪，连撒旦本身嘛假做光明的天使。安尼撒旦的仆人，若假做义的仆人，嘛毋是甚物大代志。最后，因的行为会受到应得的报应。我搁讲一遍，毋通看我做戆人，毋过若要甲我接纳做戆人，我才通等一个。我即阵在讲的，毋是主的意思，是做一个戆人在等。既然有遮尔多人在等俗世的事，我嘛要等一个。恁都遐尔巧，应该会欢喜容忍我即个戆人才对。若有人甲恁当作奴隶车价，甲恁骗，甲恁陷害，甲恁看轻，还是甲恁扇喙皮，恁就会容忍。真见笑，我着承认，即款代志阮毋敢做。毋过若有人敢等什物，准做一个戆人来讲，我嘛敢。因是希伯来人是无，我嘛是；因是以色列人是无，我嘛是。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无？我嘛是。因是基督的妻婴是无？我准做小人来讲，我搁较是。我受搁较侪劳苦，坐搁较侪监，受算袂了的鞭拍，真侪遍，险险啊死！我5遍互犹太人鞭拍，逐遍40个欠一个。我3遍互罗马人用棍仔讲，1遍互人用石头钉，3遍拄着船破。一遍伫海里漂流一暝一日，伫旅行中我拄着大水的危险、抢劫的危险、犹太同胞甲外邦人的陷害、毛城市的危险、旷野的危险、海上的危险，甲假兄弟的危险。我落落拖磨，常常无困，腰饿喙焦，无通食，无通住，无通穿，其他的代志免讲。敢若逐日为着所有教会挂路已经够额，啥人软弱，我无软弱；啥人犯错失败，我无受气吓到。我若着等，要等我的软弱，咱的主耶稣的爸上帝，愿伊的名永远得到称赞。伊知我无讲白贼。我伫大马士革的时，阿里达王手下的总督派守卫固守城门。要甲我掠，毋过有人用大骹拿对城墙的窗仔甲我擂落去，互我脱离伊的手。